兒童以及青少年患上重病嘅時候，承擔住難以想像嘅考驗。喺同疾病搏鬥嘅過程當中，佢哋會經歷傷痛、恐懼同埋迷茫。但係喺面對逆境嘅時候，佢哋嘅純真、笑臉、堅持同埋勇氣，確實令人感動。父母以無比嘅愛心、堅定嘅信念，陪伴子女度過每一個艱難嘅時刻，勇敢面對逆風中嘅困境。每一次嘅堅持，每一次嘅奮鬥，都顯現出生命嘅堅韌、親情嘅可貴。喺病房裏面嘅醫生、護士同埋唔同嘅治療師竭盡所能，鼓勵病童同埋佢哋嘅父母，以積極嘅態度過渡寒冬，迎接春天嘅來臨。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藉住疾風勁草、逆風同行嘅動畫系列，希望能夠帶出綻放微光、逆風同行、守護同心、勇毅前行嘅訊息，共同譜寫出生命璀璨嘅樂章。晴天朗日心敞開，微風細雨浸流步，疾風暴雨就降來，勁草何曾為前路？童心之夢不動搖，年輕抱負解設了，疾風暴雨定必過，晴天朗日彩虹現，寒冬暴雪終必過，晴天朗日到春曉。